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还记得俺骂啥无？咱拢骂个名，讲他不爱他。错 ，Kelvin， 派对有氧的 Kelvin 做伙爱。你今日要来跳要训练哪一部分呢？太极骨、四步，还有心肺功能。心肺功能，哦，心肺功能唔免像跑步一样，要用种简单的。好，你往别种的方式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。好，你真的踏步。好，中央先踏步开始，最基本的就是按用踏步开始来。田灯音乐节拍按用踏步。哦，脚步要抬起来，啊，高低位，踏步高低位。然后，过来嘛，该踏并步，踏点，还记得吗？然后就按用你，踏并步。好呀，轮慢呢，打开，踏起来，打开，踏起来，打开，踏起来，打开，抬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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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高骨，右前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拍脚地啊，来 tempo。然后两头踏抬。好了，两慢呢，抬，脚骨我抬下高低位。加个 tempo， 吐气，中央一片两摆，加个1、2，脚尖变一下，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然后。100之后，踏并加抬膝，2摆，然后全部係睇腳步，師傅咪會做到。好來，踏步。腳骨打開，腳骨扶下來，打開1、2、3、4，踏起來，4步，打開4步，踏起來4步，腳骨扶下來，等空起來，2、3、4，空起來，扶下來1、2、3、4，等好，扶下來。注意看哦，踏起來，畫圈，轉，師傅，哎呦，前轉啊！轉慢呢，跳前，旁邊，跳背，旁邊，跳前，跳背，旁邊，都在冇？下個高一點，前旁後旁，前旁後旁，40點連起來。踏步加落來，踏步，高一點，踏步，棒，拜拜。
两摆开始。哎，太个比较高调诶。踏步，画拳，踏步，画拳。 开始，走过来下來，吐氣，吐氣，含油含油，繼續繼續。踏步，轉，踏步，轉。 多兩擺，落來踏邊步，踏邊步，哦，你下 L point 心肺功能呢，小三下，1、2、3、4踏步，小三下，1、2、3、4踏步。 打台，踏步，踏步，哎 ，fly， 可以啊，飛啊，加強點，有，1、2、3、4，棒棒棒棒，四個鋼板。 So go start my 1, 2, 3. 1, 2, 3. 哎，等好，过来。可以拜。来，踏步，踏步。有吗？有跑步的感觉吗？ 腳，踏步右腳，點十下，踏步右腳，來點點點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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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踏步。 点，踏步变成台西，哎，多少？点3下，台西。旁边。右脚。 右 1 and 2 ，bang bang bang， 呵呵。高2擺，還記得條位冇？飛，飛啊！飛啊！這個。 飛啊！點3下，腳過2擺，呵呵，腳過2擺，呵呵，用4散嚟講，以前啊，去河浜是4散啊。哎，等會。
来踏步，别开啊！哦，全部会脚步，我睇下狗地位锻炼大腿，师傅。好来踏壁抬膝用百回式。强强诶，你看下是抬脚，你看下是抬脚。我弯高哦，跳前，1、6、3、4、1、6、3，刚用那两张抬膝，听一下抬膝变成脚尖点，1、6、3、4。哎，同好，哦，有程度哦，厉害哦。Excuse me if I'm misbehaving. Oh, I'm trying to keep my hands up, but you're begging me for more. Roun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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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ve a low, low, low. Let the time pass, 'cause we're never getting old. No one can do it better. Turn around. 踏壁，踏壁，踏壁。Shout aloud, scream aloud, let me hear you go. 踏壁。第一种还记得吗？挑战它，抬膝。准哦，4、3、2，挑3哈。抬膝，挑3哈。抬膝。挑的使用跑步用的，增加心肺功能。飞啊！6、3。还有跳跳。好，来放松，转圈很记得吗？要先放松，转圈，棒棒棒棒，转一圈，很酷了，另外一半，好，来抬膝，用这样，用这样。弯高跳前点，抬点，挑3哈，挑，左膝2半，挑3哈，右膝2半，棒棒棒，逆，3。飞，踏步，飞，踏步，飞，踏步，还有100。好了，慢点踏步，画圈，踏步，画圈。咱节目爱用嘢锻炼大腿用臀部，还有心肺功能有简单哦。因为我们像平常爱用跑步，爱用更枯燥。好，来踏步，3个100。好来，吸气来，来做脚伸展。好来，弯脚。哦，今本日呢有派对有氧嘟嘟料片，有吃入，你要试过师傅，变拢啱啱嘛，有嘛有吼，有超诶，什么太极架按姿势。